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二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候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整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西市场的整个建筑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古迹的历史至少100多年了。那除了保有它文化的一个历史故事以外，那它的景点的部分建筑结构也是维持到复古的部分间隔了那么久，我们再次开幕，那本来人潮就不少。那今天开幕以后人会更多尤其是它有一些历史的建筑是很值得去拍摄，也可以去记录的。像现在这一次是等于是西市场120年的重新开始，然后大家都满怀的一份感动跟期待，然后我们也注入了很多新生代的摊商进来，从以前的老一辈的，然后他们传承下来，有2代3代都进到里面，有好吃好玩好逛的，然后还有一些手做的一些文创商品，都欢迎大家过来这边玩。这个地方从早期日治时代的风华，那也沉寂了一段时间，附近的居民跟摊商其实都很期待西市场整个改造完成，可以再现它的风华。其实这个地方，不只是整个西市场空间环境的一个改善，它的活化再利用，其实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还有情感跟城市的一个记忆。这个节点在连接我们国华街、振兴街、友爱街，还有中正路整个街廓然后再配合所有的在地特色美食小吃，相信一定会给所有的旅客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逛街跟旅游的一个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它是一个100年的一个古迹了。那我们在古迹上变成活的古迹，经过修整以后，那重新开幕，让迎接许多摊商进驻。那我相信这个是最美的打卡点。在去年我们台南举办文博会的时候，就在台南西市场。那未来呢，它连接着国华友爱商圈，以及许许多多最重要的一些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加上这个西市场，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台南美丽的景点又多一个西市场。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9月2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为了推动高尔夫球的运动观光，今年以好营养为主题，结合5大高尔夫球场甲周边的景点美食，规划了特色游艇，并邀请高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来代言，希望吸引少年族群甲海外介运动的朋友，拢来台南球场运动兼观光。市府观光旅游局持续推动高尔夫运动的观光，今年结合台南5大高尔夫球场以及周边的景点甲啲美食，总共推出10条的特色游艇，针对国际团客、国旅甲啲自由行3大客群，并且邀请韩国籍超冠人气啦啦队女神吕多惠来踩线代言，希望吸引少年族群甲啲海外运动爱好者来台南拍球兼观光。台南是南台湾球场数最多的，18洞以上的球场数最多，18洞以下的球场有好几个，所以高尔夫第一个已经是一个平民化的运动，很多健康的活动都是在高尔夫球场来完成的。第二个，我们的气候很好；第三个，美食又多；第四个，我们这个锁定的是东北亚的这个球友，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来台南打球，而都会在这个台湾也好，或在很多地方都有高人气，因此呢，邀请他来，
很多人是看他的面子来打球的哈，所以我们很希望，也很开心，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台南吃美食、打高尔夫球，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多会哈，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吃吃喝喝、玩玩打打哈，这个很希望得到一个很快乐的台南之旅、高尔夫球之旅。里多会除了推荐台南五大球场的风景美丽，另外周边还有真侪美食，嘛袂用的来错过。韩国人很喜欢高尔夫球，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因为台南的高尔夫球真的来到他们一定要吓到，因为真的很便宜，还有风景很漂亮，所以一定要试试看。한국분들도 얼른台南으로 오세요。一定要试试看东山鸭头，韩国人应该第一次看到一点那个吓到，但是吃了以后好吃的感觉，所以一定要试试看。还有台南的芒果冰特别好吃，对。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嘛甲着市长黄伟泰同齐来会见，并赠送市长签名的高尔夫球。而市长黄伟泰则回赠目前台南上行的菜市啊、背带，为了让更多旅客会用个轻松接触台南的高尔夫，这届竟推出李多惠亲笔签名相片，以及着抽 iPhone 17相中的抽奖活动。活动详细会用个到台南旅游网来查询。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面对超高龄社会，台南市老化人口迈更占全市的2成，所以市府早着超前部署，积极打造高龄优先社区。其中结合南营公教退休人员协会所举办的银发行动学院，今已经第2档。24号所参与学习的长辈将近1000位，拢来到走马拉农场，展现因创新学习的成果，场面相当热烈。所有参与台南市银发行动学院的长辈将近1000位，拢聚集伫走马拉农场，展现因这1档来学习成果。其中静态茶艺班透过老师的引带，每一摆泡茶、品茶过程，拢会当感受到地方甲意境。另外，书法班除了展现书法功力的作品，现场嘛小姐做伙写毛笔，成为疏解压力真好的方法。而大家分享是长辈嘛，到伫陕西所有的创意学习，将家己心爱相片印伫杯仔等各种物品，成为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们都还没有接触到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可是当我们老师有细心，在跟我们讲解的时候，哇，大家学的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大家都蛮有成就感的哦。要教他们去做一个编修，然后再做一个图片的排版啊，然后还有一个调亮的部分。那其实在课程的最后的部分呢，可以产出自己的专属的一个个人的杯子，还有胸章的部分以及照片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们长者自己做出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现场除了静态电视以外，透过歌唱舞蹈，嘛是真侪时段展现健康活力的载艺，加上中性、中性、进步加白刷等视力，结合运动健康加音乐科学的整个演出，拢得到热烈的回响。高龄产业中心会推这个动作到社区，就是希望大家有好的激励，能够在生活中带进我们的随时日常，我们可以处理，然后让我们的肌肉健康，让我们的声带好，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智能，达到快乐健康的人生。虽然东港也落雨，不过看见所有长辈拢无缺席，相当有精神，跨越年龄的界线来开创因退休以后的生活风貌。我们的银发族能够在变老的过程当中，能够有创意的变老，能够在这个往这个成长变老的过程里面，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
我们希望可以让长辈们都能够活到老学到老，然后在台南呢可以活得更好，过得更好，安心养老。他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呢，告诉我们的台南市的长辈，我们有一系列的重阳节的一个系列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在我们台南能够有一个快乐的老年生活。所长辈分享都来展现学习的成果，嘛，互因找到自信、快乐加新的生活价值。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迎接中秋，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举办联欢晚会，邀请美国、菲律宾、泰国等多驻台代表参加，场面相当的热烈。同时，会中也聘任亚美尼亚会务顾问，要扩大全球民间外交的实力。来自无同国家的驻台代表、大使甲新住民团体轮流就台唱歌跳舞。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中秋联欢晚会气氛相当热烈，展现国民外交的软实力。台南是一个真好的所在，你要让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好。会中嘛特别颁发亚美尼亚会务顾问证书，因为去年的11月份，台南市会正式甲 PTPI 叶理温分会缔结做姊妹会。我们希望台湾在未来的国际空间有更广大的一个空间，诚如外交部长林佳龙所言，每一位台湾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外交官，让大家能够在世界各地方，让台湾能够跟世界更加的接轨。We will continue. There are a lot to discuss and a lot more to do.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more of these meetings and having students come and having Taiwanese visit Armenia again. 未来两会除了会经亲自交流，后续也阁会靠马绍尔群岛 PTPI 分会来参与，扩大全球民间外交实质的影响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超过300栋的台湾史典武庙，伫112年到伫上千万来整修西社以后，最近民众伫网络去反映工程完成以后出现新刊的底座、大泰路、加设立立功顶的情形，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整修完的气氛甲古迹并无符合。对此，主管机关文化部文资局甲台南市文资处嘛安排专家会勘，要求改善。拄完工的史典武庙西社使用泰路来进行修复，照明是日光灯管，外观换了较严的油漆，规则古迹看起来就亲像是新建的同款。民众翕下影片传上网络，袂少人质疑这款的氛围甲古迹相当无符合，也搁爱开9千万。这不是全部都把它换成这样啦，嘿，是这个部分尔啦。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也是可能他也不得已的地方。古迹就是古迹，真简单，上重就是古味。你古味若无去，其他都拢免讲。西社当中，风采文昌帝君相传非常灵邪，袂少人拢会来求金榜题名。有文史老师看到整修了后的样貌，感觉兼了古味。文资处表示，武庙虽然是固定古迹，也毋过是私人庙宇。这届修复工程是由庙方自行发包，修复计划当中无包括立功灯以及新刊底座泰路项目。那这是因为庙方觉得他们在日常使用的部分，这样子来做比较方便，然后就清理比较方便。然后日光灯的部分，它其实本来就有，只是它本来是黄光，那它这次给它换的是白光，就是希望说，它这样子可以比较明亮。文资处表示，除了油漆是使用矿物漆，随着时间会豆豆变较自然。例如古迹的嘛是只有庙体，其他部分将邀请专家学者来现勘，依照文资保存专业提出改善建议，要求庙方配合办理。确保古迹价值甲修复品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
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惊胖去是湿地照护当中一大难题。根据警政署的资料显示，湿地者惊无去的案例有逐档增加的趋势。所以，新台病院湿地症中心结合跨域的专家，研发一套应用的软体来协助照顾者，而初步成果相当好，而且该计划嘛得到各科会支持甲补助。新台病院湿地症中心的主任白明奇，多年主持脑科技的创新研发甲应用的计划。即届结合跨领域专家，包括清华大学统计甲数据科学研究所以及新台护理学系共同来合作，根据临床的数据，推估湿地者惊胖去的风险，并提供惊无去的记录甲卫教的指引。希望会用降低湿地者惊无去的发生率。走失跟迷路在失智症的族群里面是一个非常困难解决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那么在过去，大家都只是在努力让病人走失之后可以辨识他的身份。那我们这次成大研究团队，我们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希望家属能够透过方法来预防它的发生。我们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 App， 取名叫做 Dolph， 就是鸽子啦。我们希望失智症的病人出去以后，要跟鸽子一样，不管他走到多远，都能够回到他的家或到达目的地。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让每个失智症或认知功能障碍的病人，能够得到他走路这个迷路或走失的风险有一个评估，一个指数出来之后，根据他的状况，我们提供适当的一个卫教跟指引。那么即使他真的迷路了，我们也会串联其他的一个装置，那么让这个一般的民众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你面前这位可能是一个需要协助的一个病人。白明奇主任进一步表示，因为失智者常常会惊无去，虽然对着起因甲发生点真歹来掌握，不过透过1000多笔的个案资料初步来分析，会用发现几项甲惊胖去的重要指标，包括男性、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以及认知功能较差者，发现无去或者是惊胖去的风险明显来上升。同时嘛发现，就算是轻度的认知障碍者，嘛有可能会出现惊胖去的状况，并造成伤害，值得社会大众来关注。目前这项的发明就号名做豆腐，希望每一位外出的认知功能障碍者，拢会像瞓觉同款平安来倒转来。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台市持续推动龙鱼产品的国际行销，协助业者拓展海外市场。9月8号到11号，市长委托的率队前往澳洲参加南半球规模上大的国际食品盛会。在展览期间，展览馆人潮满满。厂商回报的有机效益突破新台票1亿，不止展现台南龙鱼特产品加加工品的竞争力，更凸显台南进军国际市场的实力。台南有一农特产品再次成功站上国际舞台。23日伫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澳洲食品展甲拓展成果发表，市长委托9月率团前往澳洲参展。不仅伫布里斯本、黄金海岸以及雪梨展现台南农特产的魅力，更成功拍开市场通路，创造破亿订单价值。我们这一次参加澳洲食品展，成果丰硕。那我们其实过去在东京食品展经过几年的很多年的耕耘，大概有接到4.2亿的订单。那新加坡大概接到2亿多的订单。那这次澳洲第一次出击到澳洲，我们就已经接到破亿元的订单了。这个真的是我们厂商回馈的这些成果。那这一次由于台南首次前往澳洲，但是非常感谢澳洲台湾商会许多好朋友大家的热烈的捧场跟支持，很多东西到展场会场都一扫而空，然后订单也是满满。
王伟特指出，虽然台南部分的农特产因为气候影响产量减少，但展会成果显示，国际市场需求量大。未来若是拄着大出，将唔免阁烦恼欠缺销售的管道。虽然今天有些台湾的农产品大概是减产的哈，譬如说我们的这个柚子啦、芒果啦哈。都有产量都有受到气候的影响，有一些受影响，但是我们把通路已经打开了，前面的康庄大道已经开始在铺了哦。那未来如果等到我们盛产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没有通路。除了农特产品受到喜爱，真侪观光产品嘛得到青睐，但由于各国西安法规无同，需要甲国际厂商建立讨论沟通的管道，因此特别感谢上恩院的协助帮忙。除了农产品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加工品，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各国的这个国内的进口的规定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客制化的，也跟厂商来跟他们沟通当地国家的这个食安法规。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谢谢这个商研院帮忙来沟通这个法规。农业局表示。餐点不仅提升台南农特产品的能见度，更展现台南农业创新甲韧性。希望借由这次伫澳洲的成功经验，推动更多在地农渔特产骑上国际舞台，也让世界看到台南的美味甲价值。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为了家人吃到20当前真清的原热狗餐厅，伫多年后第3代少年头家回乡，重新规划餐厅，希望打造出适合公司团体活动、甲作为自餐等休闲的环境甲餐饮。今年中秋甲双十连假期间卖力行销，希望同款有好的业绩。位在七堵有瑞地区，总占地面积大约5公顷，20多年前红极一时的原绿谷餐厅，沉寂多年以来，在第3代年轻老板王思清和板娘张淑媛携手返乡，重新规划园区使用，利用先前阿公以及爸爸开拓有成、拥有丰富树林资源的园区中，目前先打造出适合公司企业团建、家族聚餐等全龄化休憩的环境，采取预约制。中秋连假、双十连假接续到来，欢迎提早预约。平日1到5是都可以开放给团体去做预约的。好，我们还是希望把1到5这个时间留给团体，好，或是企业他们来做一个包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6日的话，我们是可以开放散客进来的。那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就是现在是有塔给或是合菜，或是要吃个人简餐也是有的。对，那企业团建的话，我们这边上次是容纳了大概到120人左右。对，那游览车也是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的，对，所以是非常的方便。那距离台北市，像上礼拜的他们从行天宫过来30分钟，对，那就在这边举办了一个晚宴跟烤肉的活动，对，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接下来，中秋节烤肉也可以跟我们预定，我们这边可以提供食材或是场地，对。对于基隆在地年轻人归于返乡，重新打造这块拥有合法休闲农场证照的世外桃源，也让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张耿辉议员非常支持和肯定。真的是好山好水，周遭的环境非常棒，也是台北市的后花园。在这段期间，我们世青夫妇俩呢也响应我们政府正在推的，希望能够青年返家来发展自己的创业。我想政府站在各方面应该多多给他支持，尤其中秋佳节即将来临，而且这边环境不管诚如刚才世青所讲的，这边可以跟家里面团聚，来这边中秋节不妨来这边走一走，看看环境，而且各方面也跟家里面团聚，然后大家来这边叙旧。我相信亲朋好友应该多也是选择一个地方。思清和淑媛携手返乡，接下家业，除了打造全龄化休憩环境，也持续展开培养多肉植物的专业以及养蜂事业。特别是园区内种植许多名为红蛋笔树，开花时蜜蜂采蜜变成红蛋笔蜜，而不同时节和时间采的蜂蜜，风味甜度也都不一样。就算说我这个山脉采出来的，好比说红蛋笔蜜，跟别的山脉他们的红蛋笔蜜吃起来也会不一样。
哦，因为我们不会是我们这边的树，或者说我们这边的红蛋笔树跟他们的红蛋笔树一模一样，而且同时间还会有其他的树种在开花。对，那些树种也不可能，我这个区域跟它的区域的棵树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蜜全部都是蜜蜂他们自己去挑选出来的、采出来的味道。对，所以就会吃起来会比较多的层次感。我们在3、4月的时候，那时候这边有一个叫酸藤的一种花蜜可以采，那时候的味道跟6月份红蛋笔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对，那同时间它还是有其他的树种或是咸丰草等等一些草本类植物，它们在开花，所以季节每个月或是甚至到每个礼拜，可能采出来的味道也会不太一样。是清河书园，欢迎大家来这里，白天享受大自然赋予的芬多精以及山林风景，夜间观赏迷人的星空夜景。特定季节还可以来看满山遍野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在高雄幸福村边有一间开价60档的小食店，经营以来拢是以一盘料坐价差不多要啃袂落的卤味饭来出名。店家阿伯讲，伊就是惊人客要。不到中午12点，摊位前已经大排长龙。这家在幸福川边的三角窗小店，从老板娘23岁起开始经营，以价格便宜、分量惊人的美食陪伴了无数客人长大。我大部分拢食炒饭、炒面较侪啦，分量是10足。假如像恁这款的查某，会当食2/3，就算已经袂歹啊。汤免费附赠，你也看安尼这头家娘有佛心无？平常时是人去就足济啊啦，因为我袂俗啊，我就想讲这拢学生啊，这拢学生较济啊，因为这座路拢较早拢学生，拢规堆拢学生，所以阵我徛伫遐，我迄阵毋免输的钱啊，我就袂较俗啊。堆成小山一般高的餐盘摆放着各式卤味，豆干、卤蛋、海带、粉肠，就连猪耳朵都能一次品尝。这样一碗满到配料快要放不下的卤味饭，不仅价格便宜实惠，还会随餐附赠清汤。有时常来，因为我在附近工地工作啊，卤味饭啊，很好吃啊，什么都很好吃啊，1小70块啊，还好啊。快60点了，拢卤味饭较济啦。迄阵啊，有一个讲伊要食，伊讲要食卤味甲饭安尼啦。我讲无好啊，我甲你用饭下一边卤味一边，毋那怎改落去做卤味饭安尼？迄是拄好人客讲安尼啦，咱用嘛无想到迄啊。经营一家子的在地老店，这里不仅承载了饕客们记忆中的好滋味，老板娘李阿婆更是以一盘盘美食陪伴众人长大，让小店多了一份难得的人情味。记者周福庆、李品荣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2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
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